中秋节特别来临，9月2号上午，市长黄惠特特别来到新化武德殿的广场，来宣传9月10号到9月30号，跟着好想吐悠游大木匠。活动伫9月18到19这2天会伫园区来设置小型的市集。市长表示，这摆甲传统的中秋晚会改成充满风土民情的亲子活动，希望会引予更较侪民众做伙来，并呼吁大家伫咧做好防疫措施之下，欢迎大家来感受新化在地文化甲美食。我们大木匠是全台南非常有特色的地方。那我希望说这次的中秋活动事实上是可以让更多的好朋友能够体会这个古城之美。大八冈其实它的老街的立面，我们已经市府已经花了将近上千万的的金额配合文化部的这个老街专案能够把它整修的美轮美奂而且又不失古意。那我们希望说中秋节的时候，大家来新化，来山城，来大木匠，也来这个旁边的左镇化石馆，还有这个山上水稻博物馆去走走逛逛看看。最重要的中秋是月圆人圆，大家有一个快乐的防疫健康游。在台南市目前为止已经66天零确诊，我们希望维持这个防疫的好成绩。活动现场特别邀请到在地扶桑花舞团，为大家表演精彩的舞蹈。伫活动的尾声，市长嘛骑起赞助厂商的环保电动机车，甲活动的吉祥物做伙翕相。刷落来，镜头来到大木匠园区树木修剪的部分。在地民众认为这摆的整理伤过凊彩，互在地树木看起来拢亲像长手，破坏了园区整体美感。所以说，针对这个树木的修剪，剪得太多又会认为说影响了美观；剪得太少，到时候树了倒了又影响到民众的安全。中间的这个区隔中间要怎么做比较好可能还是要尊重一些专业。那针对这个事情，我们还会去了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是除了美观之外，有没有真的有必要修剪到那样子我想说，过去的历史可以让我们了解，那不要重蹈覆辙。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